大家平時上淘寶係咪見到啲幾蚊雞嘅不鏽鋼餐具、保溫杯，甚至係煮飯用嘅煲，寫住係304不鏽鋼，就覺得執到寶咁，諗都唔諗就即刻落單？我知大家都會覺得不鏽鋼之嘛，又唔係乜嘢高科技產品，幾蚊同幾十蚊、幾百蚊嘅嘢，用落米又係差唔多。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咁就真係大鑊啦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開一個隱藏喺呢啲平價不鏽鋼背後，足以影響你同你屋企人一世健康嘅大騙局。你可能會問，唔係啩？連幾蚊嘅嘢都有假？我話俾你聽，正正係因為佢平，先至最容易出事。我之前喺網上買咗一支所謂嘅不鏽鋼檢測液，諗住試下屋企啲餐具，點知一滴落去嗰隻淘寶買返嚟印住304字樣嘅不鏽鋼碗度，唔使30秒，嗰滴黃色嘅藥水竟然變咗深紅色。嗰一刻我真係嚇到心都離一離，因為根據說明書，變咗紅色即係代表呢件嘢根本唔係乜嘢304不鏽鋼，而係含有超標元素嘅劣質鋼材。我哋日日用呢啲嘢嚟食飯、飲湯，甚至係裝熱嘢，啲重金屬分分鐘已經慢慢滲咗入我哋嘅身體入面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，究竟咩係304不鏽鋼？其實喺不鏽鋼嘅世界入面，有一套好嚴格嘅編號系統。我哋成日聽到嘅304，其實係美國鎂鋼聯嘅標準，佢嘅正式名應該係100-8不鏽鋼。點解叫100-8？因為佢入面含有大約18%嘅鉻同埋8%嘅鎳。鉻呢種元素可以令不鏽鋼表面形成一層好薄但係好堅固嘅氧化膜，防止佢生鏽，而鎳就係用嚟增加佢嘅耐腐蝕性，令佢喺面對一啲酸性或者鹼性物質嘅時候，都唔會咁容易被破壞。所以304不鏽鋼先至會被列為食品級，因為佢喺正常使用情況下係唔會釋放出有害物質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鎳呢種元素係好貴㗎。喺國際市場上面，一噸鎳嘅價錢分分鐘係一噸鉻嘅幾倍，甚至係10倍以上。啲黑心廠家為咗壓低成本，又想做出不鏽鋼嗰種閃亮亮嘅外表，佢哋就會用一啲平好多嘅元素嚟代替鎳。呢種元素就係呢啲含有高、低鎳，甚至係零鎳嘅鋼材，通常被編號為201或者202系列。你可能會覺得生唔生鏽係一回事，最緊要係唔好有毒啫。但係事實係，雖然係人體必須嘅微量元素之一，但係一旦攝入過量，後果係非常之嚴重。如果你長期使用呢啲劣質嘅高鋼餐具，特別係當你用嚟裝酸性食物，好似係酸辣湯、番茄大蝦，或者係長期用嚟滾水嘅時候，入面嘅離子就會慢慢遷移到食物或者水入面。長年累月咁食落肚，呢啲重金屬會喺你嘅大腦同埋神經系統入面堆積，引致所謂嘅中毒。你知唔知中毒有幾恐怖？初期你可能會覺得好容易攰，記憶力衰退，情緒容易激動，但係到咗後期，佢會直接損害你嘅中樞神經，出現類似帕金森氏症嘅症狀，好似係手震、行路唔穩、言語不清。最慘嘅係呢種損害好多時係不可逆轉㗎。諗下你為咗慳嗰幾蚊，將屋企人嘅健康壓咗落去，真係一點都唔划算。我哋再返去睇下淘寶上面嗰啲幾蚊隻嘅餐具，大家有冇諗過由原材料、加工、拋光、包裝，再加埋運費同埋平台抽成，如果佢真係用正宗嘅304不鏽鋼，佢點可能賣到呢個價錢？我哋嚟計一計數，以2026年嘅市場價嚟睇，一噸304不鏽鋼嘅原材料價大約要萬幾蚊人民幣，平攤落去每一克鋼材嘅成本都已經喺度。如果一隻碗重200克，單單係材料成本都已經要2-3蚊，仲未計人工同利潤。所以嗰啲賣3-4蚊仲包郵嘅304餐具，9成9都係掛羊頭賣狗肉。好多人會話，我喺屋企用磁鐵吸下，唔吸得住就係好嘢啦。呢個觀念其實錯到七彩。好多人以為不鏽鋼係唔會被磁鐵吸住，但係現實係不鏽鋼有冇磁性係取決於佢嘅組織結構。好似304呢類奧氏體不鏽鋼
喺退火狀態下確實係無磁性或者弱磁性嘅，但係如果經過咗冷加工，好似係沖壓成型、拉伸，佢嘅組織結構會發生變化，產生所謂嘅形變誘發馬氏體，咁佢就會帶有一啲磁性。相反，一啲劣質嘅高鋼，佢哋都可以做到無磁性。所以用磁鐵嚟分辨304係完全唔科學嘅做法，你隨時會被呃到。咁嗰啲幾蚊一支嘅檢測藥水，又信唔信得過呢？老實講，呢啲藥水係有一點嘅科學根據，但係佢哋都唔係100%準確。呢啲藥水其實係一種電化學反應試劑，入面含有吡啶酸同埋一啲顯色劑。當藥水接觸到鋼材表面，會發生氧化反應。如果鋼材入面嘅含量超標，佢就會變色。雖然佢唔可以精確咁話俾你聽入面含有幾多百分比嘅元素，但係作為一個快速篩選嘅工具，確實係有一啲參考價值。如果一滴落去即刻變深紅，咁呢件嘢你真係要諗清諗楚先好繼續用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之前有個朋友，佢30幾歲，平時生活好健康，但係有一排成日覺得頭暈、手震。佢去醫院做咗好多檢查都查唔出原因。後來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，發現佢屋企用咗10幾年嘅嗰隻不鏽鋼電熱水壺，入面生晒鏽，而且仲有一陣怪味。佢攞隻壺去化驗，發現入面嘅含量超標咗唔知幾多倍。自從佢換咗隻真正有認證嘅304甚至係316嘅水壺之後，過咗半年，佢啲症狀竟然慢慢消失咗。呢個案例真係俾咗我好大嘅震撼。原來我哋身邊最起眼嘅日用品，竟然可以係最致命嘅健康殺手。除咗304，大家最近可能仲聽過316不鏽鋼。咁316同304又有咩分別呢？簡單嚟講，316係304嘅升級版，佢喺入面加咗呢種元素，可以令不鏽鋼更加耐酸、耐鹼，特別係對負氯離子即係食鹽嘅腐蝕能力特別強。如果你係用嚟裝藥水、咖啡，或者係長期用嚟燉湯，316係會比304更加安全。當然，佢嘅價錢亦都會貴一大截。其實喺香港，我哋買嘢雖然比較有保障，但係好多人而家都中意網購，呢個先係最大嘅隱患。網上啲相影到幾靚都有，證書亦都可以係造假。我試過喺某個平台見到一間鋪頭，佢將304認證證書上面嘅日期竟然係2015年，而且張相模糊到連公司名都睇唔清。最離譜嘅係，下面啲評論仲有好多人話好用，物美價廉。呢啲人好多時係因為短時間內睇唔到傷害，就以為無事。但係重金屬中毒係一種慢性傷害，佢唔會今日食完聽日就發作，佢係喺你體內慢慢累積。等到你50歲、60歲嘅時候，先至一次過爆發出嚟。我哋喺挑選不鏽鋼餐具嘅時候，除咗要睇佢係咪寫住304，仲要注意幾個細節。第一係重量，正宗嘅304不鏽鋼密度比較高，攞上手係有一種沉甸甸嘅質感。如果你買隻大碗，攞上手輕飄飄好似鋁片咁，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。第二係光澤，真正嘅食品級不鏽鋼，佢嘅光澤係比較柔和、均勻嘅，唔會有一種好廉價嘅刺眼感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要睇標誌。正規嘅廠家會喺產品底部用鋼印打上 SUS304 或者18斜鋼8嘅字樣。記住，係鋼印，即係凹凸有致嗰種，唔係隨便印上去嘅油墨。雖然印咗都唔代表一定係真，但係連印都唔敢印嘅，就肯定有問題。另外，我仲要提醒大家，不鏽鋼雖然叫不鏽，但唔代表佢真係完全唔會生鏽。如果你用不鏽鋼餐具裝啲強酸或者強鹼嘅嘢，好似係長期裝住啲檸檬汁或者蘇打粉，又或者你洗完之後唔抹乾，佢一樣會生鏽。如果一出現鏽斑，特別係嗰啲黑色或者紅色嘅點點，你就要即刻停用，因為呢啲鏽斑代表不鏽鋼表面嗰層保護膜已經破壞咗，入面嘅金屬元素會好容易釋放出嚟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太過杞人憂天，佢哋會話
我阿爺嗰輩用咗幾十年生鐵煲、生鏽筷子都冇事啦，而家啲人係咪太嬌生慣養？我話俾你聽，呢種諗法係完全忽略咗環境嘅變化。以前嘅生產技術雖然落後，但係以前啲人好少會喺生產過程入面加咁多奇奇怪怪嘅化學物質。而家啲廠家為咗追求效率同埋利潤，咩方法都諗得出。而且以前嘅飲食習慣同而家亦都好唔同。我哋而家食咁多深加工食物，環境入面又有咁多微塑膠同埋化學污染物，我哋嘅身體負擔已經好重。如果我哋仲喺食飯工具上面增加重金屬嘅攝入，咁真係攞命。我仲想同大家講一講304同埋食品級之間嘅關係。其實304唔等於食品級。喺中國國家標準入面，針對食品接觸用嘅不鏽鋼係有一套專門嘅標準，以前叫 GB 9684，而家更新咗。呢套標準除咗規定鋼材嘅型號，最緊要係規定咗鉛、鉻、鎳、鎘、砷呢5種重金屬嘅遷移量限制。也就是說，就算你係304鋼，如果你嘅生產工藝唔達標，導致重金屬遷移量超標，你一樣唔可以標注為食品級。所以，當你買嘢嘅時候，除咗睇 SUS 304，最好仲睇下有冇標注符合相關嘅食品安全標準。其實不鏽鋼餐具嘅水真係好深，除咗超標，仲有一個好容易被忽略嘅問題，就係拋光劑殘留。大家買咗新嘅不鏽鋼餐具返嚟，有冇發現用張紙巾擦下，會擦出黑色嘅嘢？嗰啲其實係生產過程中用嘅工業拋光蠟。呢啲蠟入面含有大量嘅碳氫化合物，甚至係致癌物。所以新買返嚟嘅不鏽鋼，千祈唔好只係用水沖一沖就用。最好嘅做法係先用洗潔精洗一次，然後用一啲過期嘅麵粉加少少水搓成麵團，喺不鏽鋼表面係咁擦，利用麵粉嘅吸附力將殘留嘅工業蠟吸出嚟。你會發現個麵團好快就會變黑。重複做幾次，直到麵團唔再變色，再用熱水燙過，咁樣先至算係洗乾淨。我哋再講返淘寶，淘寶上面確實係有好多平靚正嘅嘢，但係涉及到食落肚、用落身嘅嘢，我真係建議大家要謹慎。唔係話平嘢一定冇好，但係當一件商品嘅價格遠低於佢嘅原材料成本時，你就一定要問下自己，呢個中間嘅差價究竟係由邊度補返嚟？好多時呢個差價就係用你嘅健康嚟補。我曾經喺網上睇過一個報道，講一啲小型嘅鋼材回收場，佢哋會將啲廢棄嘅工業管道、報廢嘅汽車鋼材，甚至係一啲醫療垃圾入面嘅金屬，全部用咗佢，然後重新拉伸加工，變成我哋手上嘅餐具。呢啲回收鋼材嘅成分極之複雜，入面除咗可能仲有鉛、汞，即係水銀等極度危險嘅重金屬。呢啲黑心工廠為咗令啲鋼材睇落去靚啲，會用強酸去清洗表面，嗰啲酸性液體如果處理唔乾淨，一樣會殘留喺餐具上面。如果你問我，咁香港人應該點買不鏽鋼先至最安心？我會建議大家，第一，盡量去信譽良好嘅實體店買。雖然實體店貴啲，但係起碼佢哋有進口商把關，如果出咗事，你都揾到人投訴。好似係一啲大型嘅百貨公司，或者係專門賣廚具嘅品牌店，佢哋嘅產品質量相對係有保證嘅。第二，如果你一定要網購，請認準官方旗艦店，唔好去嗰啲乜嘢不鏽鋼直銷店、幾蚊批發店。官方旗艦店嘅貨源通常比較穩定，而且佢哋會比較愛惜自己嘅羽毛，唔會為咗嗰少少利潤去賣假嘢。第三，多啲留意產品嘅認證。除了 SUS 304，如果見到有德國嘅 LFGB 認證，或者係美國嘅 FDA 認證，咁呢件嘢嘅安全性就更高啦。大家有冇發覺，而家嘅社會好似進入咗一個消費陷阱？我哋不斷追求平、追求快，但係忽略咗事物本身嘅價值。不鏽鋼餐具係可以用好耐嘅嘢，一隻好嘅304不鏽鋼鍋，用10年、8年都唔會壞。如果你平攤落去呢10年，其實幾百蚊一隻鍋真係唔貴。
點解我哋要為咗慳嗰幾十蚊，走去買一隻可能用1-2年就生鏽，而且仲會令你慢性中毒嘅劣質鍋呢？呢種係一種好典型嘅貧窮思維，以為慳咗錢，點知最後要俾更多錢去睇醫生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分辨方法，雖然唔係100%準確，但係可以作為一個初步判斷。當你買咗個不鏽鋼產品返嚟，你可以試下用熱嘅白醋泡佢一晚。如果第2日你發現白醋變咗色，或者不鏽鋼表面出現咗明顯嘅蝕痕，甚至係有股金屬臭味，咁呢件嘢嘅質量肯定有問題。因為高品質嘅304不鏽鋼係可以抵禦弱酸環境下短時間嘅侵蝕。其實講到尾，我哋追求健康生活，唔係要買最貴嘅嘢，而係要買最對嘅嘢。對於不鏽鋼呢種日日都要接觸嘅物質，我哋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。我喺呢度呼籲大家返去檢查下你屋企嘅廚房，特別係嗰啲喺地攤或者係網上隨便買返嚟嘅平價不鏽鋼。如果發現有生鏽、有怪味或者係質感好差嘅，真係唔好唔捨得，即刻將佢哋換咗佢。呢個世界無免費嘅午餐，亦都無低過成本價嘅304。當你下次再見到嗰啲9.9包郵嘅不鏽鋼杯、不鏽鋼餐具，請你諗下我今日講過嘅嘢。你食落肚嘅唔單止係嘢食，仲有呢啲餐具釋放出來嘅微量元素。你想你嘅身體變成一個重金屬回收場，定係想佢係一個乾淨健康嘅殿堂？選擇權始終喺你手度。好多人問我，咁如果我已經用咗呢啲劣質餐具好多年，點算好？首先，唔好驚，如果你暫時冇乜唔舒服，停止使用係第一步。人體係有自我修復功能嘅，只要你停止攝入呢啲有害物質，你嘅身體會慢慢通過新陳代謝排走一部分。當然，如果你真係好擔心，可以去醫院做一個重金屬檢測，驗下血或者驗下頭髮，咁就最放心啦。我想再強調一次，中毒真係唔係講笑。我之前睇過一個案例，有一個工廠嘅工人，因為長期喺充滿塵嘅環境入面工作，又冇做好防護，佢到咗40幾歲嘅時候，突然間發現自己寫字越寫越細，行路好似有嘢扯住咁，去咗好多間醫院，最後先至確診係中毒。雖然佢後來脫離咗嗰個環境，亦都做咗排控排嘅治療，但係佢嘅手震同埋行路問題一直都斷唔到尾。呢個案例話俾我哋聽，神經系統嘅損害係幾咁難以復原。大家可能又會問，除咗不鏽鋼，仲有冇其他更安全嘅選擇？其實陶瓷、玻璃、醫療級矽膠都係好唔錯嘅食品接觸材料。特別係玻璃同埋陶瓷，只要係有下彩或者係無鉛嘅，佢哋嘅化學穩定性其實比不鏽鋼仲要高。所以我喺屋企裝酸性嘅嘢食，好似係醋或者檸檬汁，我一定會用玻璃樽，絕對唔會用不鏽鋼。講返不鏽鋼，其實除咗304同316，仲有一種430不鏽鋼。呢種係屬於鐵素體不鏽鋼，佢係帶磁性嘅。雖然佢嘅耐腐蝕性無304咁好，但係佢唔含鎳，所以成本低啲。喺一啲唔需要接觸強酸強鹼嘅地方，好似係烤箱嘅內膽或者係餐具嘅柄，用430係冇問題嘅。最重要係佢都係屬於相對安全嘅材料。最驚就係嗰啲連編號都冇，成分不明嘅特鋼或者雜鋼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去分辨真假，唔好俾嗰啲浮誇嘅廣告詞呃到。乜嘢德國工藝、航天材料、納米不鏽鋼，呢啲好多時都係行銷噱頭。回歸本質，睇材料、睇認證、睇品牌、睇價錢，呢4點係永遠唔會過時嘅金科玉律。我亦都希望呢條口播稿可以引起大家對食品安全嘅重視。我哋平時好關注農藥殘留，關注添加劑，但係往往忽略咗裝載食物嘅容器本身。其實容器嘅安全係食品安全嘅基石。如果容器本身就有毒，咁你食幾有機、幾健康嘅嘢食都冇用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。我有一次去日本旅行，
去參訪咗一間專門做不鏽鋼餐具嘅百年老店。嗰度嘅師傅同我講，一隻好嘅餐具係要有溫度嘅。呢種溫度唔係指熱度，而係指生產者對使用者嘅一份心意。佢哋會花幾個月嘅時間去打磨一隻湯匙，確保每一處邊緣都圓潤不傷口，確保每一分鋼材都純正無瑕。雖然佢哋賣得好貴，但我買得好安心。對比起嗰啲幾分鐘就生產出嚟，充滿重金屬風險嘅廉價品，我覺得呢種安心先係最奢侈嘅嘢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快，好多時追求便利，但我哋喺便利嘅同時，絕對唔可以犧牲健康。下次你喺淘寶或者其他平台見到啲平到離譜嘅嘢，請你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如果你嘅屋企人、你嘅小朋友日日用呢啲嘢食飯，你心入面會唔會有一絲擔憂？我今日講咗咁多，唔係想嚇大家，係想大家做一個明智嘅消費者。我哋每一個消費決定，其實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世界投票。如果你支持嗰啲認真做產品、保證質量嘅商家，咁呢類商家就會越來越多。如果你只係追求平價、無視風險，咁劣幣就會驅逐良幣，市場上就會充滿假貨。最後，我想再提醒大家幾點。第一，如果你屋企仲用緊嗰啲已經變晒色、生晒鏽嘅不鏽鋼餐具，唔該今日就掉咗佢。第二，買新嘅不鏽鋼產品，一定要去正規渠道。第三，學識用正確嘅方法去清洗同埋保養不鏽鋼。第四，唔好迷信磁鐵，要信科學認證。我哋每個人都希望屋企人健健康康、長命百歲。其實健康就係藏喺呢啲生活嘅細節入面。一隻碗、一對筷子、一個保溫杯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係佢哋對健康嘅影響係潛移默化嘅。唔好俾嗰啲幾蚊雞嘅便宜貨偷走咗你嘅健康。我想再深入講講關於不鏽鋼嘅拋光過程。好多人唔知點解劣質不鏽鋼可以做得咁閃。其實佢哋好多時係用咗一啲含鉛量極高嘅拋光膏。原呢種重金屬對小朋友嘅發育係災難性嘅，佢會影響小朋友嘅智力發展，造成不可逆嘅神經損害。當你俾小朋友用嗰啲閃閃發亮但係成分不明嘅不鏽鋼碗食飯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呢啲鉛可能會慢慢滲入佢哋嘅食物入面？呢個真係諗起都覺得驚。而且仲有一點大家要注意，就係不鏽鋼嘅焊接點。一啲劣質嘅保溫杯或者水壺，佢哋嘅焊接工藝好差，甚至會用到含鉛嘅焊料。當熱水長期浸住呢啲焊接點，鉛就會被釋放出來。所以揀不鏽鋼產品嘅時候，最好揀一體成型嘅，或者係焊接工藝明顯好精緻、無明顯焊縫嘅產品。其實不鏽鋼嘅歷史雖然唔算好長，由20世紀初期發展到而家都係100多年。1913年，英國科學家亨利·布雷爾利發明咗世界上第一種不鏽鋼，本來係諗住用嚟做槍管嘅。後來啲人發現呢種嘢唔易生鏽，先至開始用嚟做餐具。經過呢100幾年嘅發展，不鏽鋼嘅技術已經好成熟，但係正正係因為成熟，所以佢嘅成本已經好透明。所有試圖打破呢個成本底線嘅行為，背後一定有貓膩。大家平時有冇留意到一啲高檔嘅不鏽鋼餐具，佢會寫住18斜鋼10？呢個10就代表佢含有10%嘅鎳。呢種鋼材通常被稱為醫用級不鏽鋼，因為佢嘅耐腐蝕性能更好，表面更細膩，更難隱藏細菌。雖然佢比304更貴，但係如果你有條件用呢種餐具，確實係更上一層樓嘅選擇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個網上嘅笑話。有人話而家啲人買幾萬蚊嘅名牌手袋唔眨眼，買幾千蚊嘅化妝品唔手軟，但係買一隻幾百蚊嘅好鍋就嫌貴。其實手袋係俾人睇嘅，化妝品係搽喺面嘅，但係隻鍋煮出嚟嘅嘢係入落你個胃度嘅。邊樣嘢更重要？相信大家心入面都有把尺。其實我今日講呢啲
唔係話叫大家一定要買貴嘢，我係想強調，我哋要有辨識力。喺呢個真假難分嘅世界，辨識力就係我哋嘅防護盾。唔好俾嗰啲幾蚊、幾十蚊嘅表面價格蒙蔽咗。最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資訊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，特別係老人家，佢哋平時最節儉，最容易喺街邊或者網上買埋啲平價不鏽鋼返嚟用。你幫佢哋檢查下，或者幫佢哋買返幾套真正安全、有認證嘅餐具，呢份心意比咩都重要。健康係無價嘅，唔好等到出咗事先至嚟後悔。我哋每個人都值得擁有一個安全、健康嘅生活環境。由揀一隻碗、一個煲開始，對自己負責，對屋企人負責。記住，嗰啲滴一滴藥水就變色嘅不鏽鋼，唔係瓶，係毒。希望大家都能夠避開呢啲健康陷阱，食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不鏽鋼嘅學問其實仲有好多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下次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分辨唔同材質嘅廚具，好似係不粘鍋、生鐵鍋、熟鐵鍋、珐琅鍋等等。每一種鍋都有佢嘅優缺點同埋使用禁忌。生活就係要不斷學習、不斷進步，我哋先至可以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面，為自己同家人撐起一把健康嘅保護傘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記住，買不鏽鋼唔好貪平，睇準304或者316，認準品牌，遠離重金屬危害。我哋下次再傾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其實講多兩句，好多人以為不鏽鋼可以一勞永逸，其實唔係。不鏽鋼餐具都有佢嘅壽命。如果你發現你嘅不鏽鋼餐具表面已經花晒，布滿咗細小嘅刮痕，咁其實都係時候要換。因為呢啲刮痕好容易藏污納垢，變咗細菌嘅溫床。而且保護膜受損之後，金屬元素釋放嘅風險亦都會增加。所以唔好諗住一套餐具可以用一世，定期檢查，適時更換，先至係最正確嘅做法。仲有一點，清洗不鏽鋼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用嗰啲鋼絲刷使勁咁刷。鋼絲刷會嚴重破壞不鏽鋼表面嘅氧化保護層，令佢變得更容易生鏽同埋釋放重金屬。最好用海綿或者軟布，配合中性嘅洗潔精。如果真係有燒焦嘅嘢沾住咗，可以先用熱水浸泡，或者加啲小蘇打粉煮下佢，等啲污漬自動脫落。大家有冇發覺，而家市面上仲有一種叫5層鋼、7層鋼嘅不鏽鋼鍋？呢啲其實係為咗解決不鏽鋼導熱唔均勻嘅問題，喺不鏽鋼之間夾咗鋁或者銅。呢啲鍋通常都比較高級，用嚟煮嘢食效果好好。但係買呢啲鍋嘅時候，一樣要確保最入面接觸食物嗰層係高品質嘅304或者316。講咗咁多，我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喺買嘢嘅時候多一份理性，少一份盲目。淘寶幾蚊隻嘅碗，可能只係一個有利，背後付出嘅代價係我哋承受唔起嘅。我哋香港人一向都好精明，希望大家喺呢件事上面一樣可以發揮我哋精明嘅本色，守護好我哋嘅健康防線。生活雖然艱難，但係健康絕對唔可以妥協。一滴藥水變色，其實係一個警號，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仲有好多我哋睇唔見嘅陰暗面。但我哋只要保持警覺，多啲了解資訊，就一定可以避開呢啲坑。我哋一齊努力，營造一個更安全、更透明嘅消費環境。